11月8日，個人的冒險。無論是在寬度和高度上，冥想是沒有界限的。冥想實際上是一種個人冒險經歷，每個人選擇的途徑和方式不同，但目標卻總是一樣的，可以說是殊途同歸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79頁。我的精神成長與我所理解的上蒼是分不開的，在他的幫助下，我才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每日的冥想和祈禱加強並恢復了我對幸福的感覺。我有了開放的胸懷去接受上蒼賜予的一切，他使我確信我的旅程就是他為我安排的。感謝上蒼在我的生活中出現。